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8月初7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7篇第1节到第7节，搁15节。创世纪31章22节到42节。罗马书第1章第8节到15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欠债。伫罗马书第1章14节，台语汉字甲现代中文日本的翻译的是叫做欠债。英语伫 NIV 的翻译是 be obligated。同款这也是一个被动式的话句。这个 obligated 的意思就是一种的义务啦，吼。用一句话来讲，保罗所咧强调的是，当一个人欠愧对义务的责任的时阵，就是欠债。现代翻译直接将这个意思翻出来。希腊文这个字其实会当翻译做义务，嘛会当翻译做债务人。最近因为台湾的大选，有真侪执政的财务纪律去互人质疑，也有迄种为着要来投票监督，将开销限制伫5000万以下，或者是讲故意无要支付应该付款，安尼来闪人的监督。伫卸任了后，互接任的政府每一个月都要加付工程款所欠的利息。也因为安尼，所谓的债楼子孙的议题也被互人来讲起啦，吼。但是，什么人才是真正将这个债务然后子孙什么安怎做才是债楼子孙？到底是什么人欠什么人？迄真正是大家讲家己拢有理啦，吼。创世纪的31章22节到42节，接续着咱前礼拜6的经文，创世纪31章第1节到第2节。咱看见着雅各甲伊的太太讨论的话中间，直接就讲到着拉班对雅各甲两个查某囝的欺负，因就认为拉班是欠因的债。但是伫今仔日的经文中间，咱又搁看到，这个拉班对日这个雅各甲伊的查某囝的时阵呢，圣经安尼甲咱记载，讲你哪会做即款的代志？你欺骗我，将我的查某囝抢走，亲像用刀抵压这个犯人。你是安怎无甲我讲，就点点逃走？毋通互我唱歌、拍鼓、弹琴，甲你翻送，害我煞无机会通斟我的孙、我的查某囝，甲因相死。你真正有够戆！我本来会当伤害你，毋过恁老爸的上帝昨暝对我讲：你着细字，毋通甲雅各磕头。你少念恁老爸的家，无将这要转去，毋过是安怎偷摕我的性命。所以，咱对于这个拉班所讲的话，伊就直接来讲明雅各是这个偷抢走伊的查某囝。但是事实上，咱将一段伫拜6所读的记载，伊两个查某囝控告是拉班因的老爸甲因当作外人，而且将卖因的钱来吞做家己的。利结甲利亚因伊讲，伫阮老爸的家减也有阮通得的家伙甲产业啊。对这个无共款的角度来看代志，
并且家己抱家己角度来互相对立。对咱来看整个圣经记载，确实是拉班来欺负人。伊用欺骗的方式对待家己的外甥仔，也霸占财产。雅各就安尼回应拉班讲：雅各就生气，甲拉班计较讲：我敢有做啥物毋对，犯啥物款的罪？你竟然逼我甲遮近，你抄我所有的物件，敢有抄着什物是你的吗？若有，就下伫咱的亲族面前，互因甲咱两个裁决。我甲你住遮20冬的中间，你的面我无甲无山羊，毋捌烙胎，我嘛毋捌食你遐的羊港的肉。互野兽伤害你，我毋捌带来互你，拢是我家己承担。羊无论日时、暝时，互人偷掠去，你拢爱我来赔偿。我日时互日晒，暝时互霜冻，常常无困，不时拢安尼。我这20冬伫恁兜。为着要带你2个查某囝，甲你做工14冬，为着要得到你的羊群，做工6年，你10遍改变我的工钱。若毋是我的祖先亚伯拉罕的上帝，以撒所敬畏的上帝，甲我同在，你一定会互我空手离开。上帝看见我的苦情，甲我的着磨。才伫昨暝甲你责备。雅各伊安尼真清楚讲着家己受着拉班的欺压，家己却全部来忍受。看起来伊好哪亲像较吃亏，但是千万毋通袂记即上帝要保守伊的应允是无改变的。就好像亲像雅各倒去到故乡进前，伊嘛想办法要用各种方式来避免伊的阿兄的报仇。伊嘛用各种的礼物来表达伊的这个亏欠甲诚信。但是伊的阿兄以扫却改变亲像过去的态度，伊选择无条件来接纳伊。就互雅各领受着迄种赦罪、拄罪罪的这个恩典。到底什么人欠债，欠什么人的债？咱头前讲过，最近的选举的议题时常提到着债老囝孙。但是咱要来思考，什么是真实的债老囝孙？对伫最近的政治议题来看，无应该建设来偷偷来做，并且用这种鬼神大牵线的方式支付经费，互属入的人担当不必要的经费支出甲利息的支出，这就是债老囝孙。另外一个角度，如果拄着应该爱建设，却找真济的理由来阻挡，无愿意建设。影响进步，而且爱去面对日益增加的结局成本。我那亲像有某一个城市，因为私人的缘故，将捷运的路线更改，并且去用质疑独立着定的人数，互建筑经费来这个提高起600几亿，起600几亿。也就是讲，咱看见因为主动互这个工程来延误，对几千万的这个预算，以及起价起到1、2亿，这才是真真正正债老囝孙。无论是甚物款的角度，其实拢是欠债，因为你无做应该爱做的事，浪费着钱财，浪费着上帝的恩典。
保罗的态度嘛是安尼啊，所以伊讲欠债，其实伊就是咧亏欠上帝予伊的呼召。应该爱尽的义务却无尽，这就是欠上帝的债，欠福音的债。保罗讲，大圣我通过耶稣基督，为着恁众人感谢我的上帝，因为恁的信德已经传遍全世界。我宣扬伊的囝的福音，用心灵伫服侍迄位上帝，通甲我做见证。我常常笑念恁，不是伫基督中间恳求上帝，照伊好的旨意甲我开路，互我无久就会当顺利去恁遐。我真爱见恁，通甲恁分享一寡属灵的恩赐，互恁坚强。就是我到恁中间的时，恁通过我的信仰，我通过恁的信仰，也互相得到鼓励。兄弟姊妹，我真爱恁知，我真侪遍计划要去恁遐，通甲伫其他外邦人的中间共款，嘛伫恁的中间修成一寡果子。毋久到今也有阻挡。无论什么款人开花，也是未开花；有智慧，也是无智慧。我拢欠因的债，所以我迫切望嘛会当将福音传互恁伫罗马的人。基督徒千万爱成做一个尽心、尽力、尽意军队主旨意的人，亲像保罗共款。绝对毋通因为个人的原因来积住咱的债，亏欠上帝的债，成做一个欠福音债的人。诗篇17篇第1节到第7节，上主啊，求你听公道的诉求，留心听我的祈祷。我袂用干柴嘴唇来祈祷。求你按耳孔来听，求你用目睭看出是非，求你判我无罪。你有考验我的心，怜悯时嘛监察我。你用火团练我，无找到什么歹。我立志无互我的喙有过失。我遵从你所讲的话，无亲像别人会行做。我谨慎无行强暴的人的路。我的脚一直行你的路，毋捌偏离。上帝啊，我求叫你，因为你的应我，求你按耳孔听我的祈祷，求你显出你奇妙不变的听，用正手救我靠你的人脱离因的对敌。15节，若是我会看见你的面，因为我行为正直。我困醒的时，你的临在会互我满足。感谢上帝，呼召阮，互阮得到福气，也互阮领受呼召，成做福音的工人。求主帮助阮，成做无欠福音债务的工人，也毋通因为阮个人的因素亏欠上帝的债，债劳行顺。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。阿们。